他们说早出晚归，对。OK，你再把那个翻出啊。C'est pas contre. 这个是什么？开，好的。都灰尘，你走开。水果，不要放手哎。这个就是水果清洗，这个是水果。你看跑进去了，你看有。可以搁这。来，三。上面搞一下弄黑色，我这里黑色，那你就搞到了。